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同埋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喺晚上11點鐘，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北緯17.9度、東經11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預料浪卡係會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20公里，橫過南海嘅東北部。24小時內嘅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局部地區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西部稍後會達到8級，稍後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清晨5點，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東沙以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雨。而家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88%。熱帶風暴浪卡逐步靠近華南沿岸，天文台話今朝早會考慮係唔係需要發出1號戒備信號。浪卡預料會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南海嘅東北部，喺今明兩日移近華南沿岸。熱帶風暴浪卡較早前吹襲菲律賓，至少有8個人死亡，12個人失蹤。內地氣象部門預測，浪卡最快聽日中午會喺廣東嘅中部至到福建嘅南部沿岸登陸。今日稍後呢一帶嘅天氣係會轉壞。早上8點，由郭盈君報道新聞。天文台喺早上7點15分發出1號戒備信號，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本港東南偏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賢表示，預計浪卡會喺今晚或者聽朝早喺本港200公里範圍內掠過。浪卡咧喺晚間咧係稍為減弱啦，咁但係咧仍然都係維持住一個熱帶風暴嗰個強度嘅。咁啊，按照目前呢個預測途徑咧，就浪卡就會喺今晚或者係明早咧，就會喺香港嘅200公里範圍以內咧係掠過嘅。今日咧就因為浪卡離我哋都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所以咧就都只係比較多雲啦，有幾陣嘅驟雨嘅。咁啊，日間部分時間都會有啲陽光嘅。咁啊，最高氣溫大概32度左右啦，就會吹呢個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啦。咁啊，稍後離岸海域咧就會間中吹強風噶啦。咁至於週末期間呢，就我哋都會係受到浪卡嘅影響噶啦，係會有雨嘅。呢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海域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雨，請注意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同下晝初段時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唔大。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本港東南偏南大約360公里，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天文台預計浪卡會喺今晚或者聽朝早喺本港200公里範圍內掠過。今日稍後本港風力會逐漸增強。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中午12點，歡迎收聽午間新聞天地，為大家主持嘅係周萬聰同黃佩珊。新聞嘅詳細內容：1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熱帶風暴浪卡正集結喺本港東南約32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賢話，由於浪卡會逐漸逼近廣東沿岸，下晝或者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就喺正午12點嘅時候呢，就熱帶風暴浪卡就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大約係320公里。咁就預料咧，浪卡將會採取一個北或者西北偏北嘅方向咧，係移動啦。時速係大概22公里，就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嘅。咁我預料咧，浪卡會喺晚間或者係明早咧，喺香港200公里嘅範圍以內咧係掠過嘅。咁今日稍後咧，本地嘅風力咧就會逐漸增強㗎啦。咁而晚間開始咧係會間中有大雨嘅。
咁啊，按照現時呢個預測途徑呢，咁今日下午稍後呢，我哋就可能呢要考慮改發呢個3號嘅強風信號嘅。由於浪卡呢係繼續係移近呢個廣東東部沿岸啦，咁所以呢，希望呢就市民特別留意住呢電台或者電視台呢就呢個熱帶氣旋嘅最新嘅消息。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海域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間中有大雨，請注意1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而家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95%。下晝2點，由周萬聰報道新聞。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考慮喺未來2-3個鐘頭之內改發3號強風信號。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本港東南大約280公里，逐步移向廣東嘅東部沿岸。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喺下晝2點，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大約280公里，即係喺北緯20.3度、東經115.8度附近，預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預料浪卡會喺晚間或者聽朝早喺香港200公里範圍之內掠過。本港風力正逐漸增強，晚間開始間中會有大雨。香港電台新聞報道。下晝4點由蔡敬文報道新聞。天文台下晝3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天文台話，除非熱帶風暴浪卡顯著增強或者採取較偏西嘅途徑移動，否則改發8號熱帶氣旋信號嘅機會唔大。喺下晝4點，浪卡集結喺本港東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係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根據目前預測嘅途徑，浪卡大約會喺午夜前後最接近本港，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漸增強，晚間開始間中有大雨。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晚間漸轉吹西至西南風，有狂風驟雨。聽日間中有大雨，氣溫介乎26至28度。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雨，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請注意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傍晚新聞天地，黃昏6點，歡迎收聽傍晚新聞天地，主持節目嘅梁志德同埋鍾慧儀。首先新聞提要：天文台下晝發出3號強風信號，相信改發更高信號嘅機會不大。領匯停車場保安員罷工，抗議公司更改服務合約，政府關注事件。美國著名歌手米高積遜喺洛杉磯逝世，終年50歲。詳盡嘅新聞內容。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楊敬基表示，熱帶風暴浪卡會向北同西北方向移動，除非浪卡顯著增強或者向較偏西嘅途徑移動，否則改發8號熱帶氣旋信號嘅機會不大。楊敬基預料，浪卡喺午夜嘅時候會最接近本港，屆時本港風勢會逐漸加強。佢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措施。喺下晝3點40分嘅時候咧，香港天文台已經發出咗改發呢個3號強風信號㗎啦。咁啊，熱帶風暴浪卡呢就預料會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慢慢移近呢個廣東東部嘅沿岸嘅。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呢，浪卡呢會響今晚午夜嘅前後呢最接近香港嘅。咁啊，屆時呢就風會慢慢一路增強啦。過咗呢個午夜之後呢，就開始會有啲間中有大雨嘅。除非呢個浪卡呢會喺未來嗰數個鐘小時呢就顯著增強，或者呢係行咗較西嘅路徑啦。咁如果唔係呢，就需要發出呢個8號烈風及暴風嘅信號嘅機會唔大嘅。我哋都即係提一提大家啦嚇，咁就嗰個而家應該盡快做好嗰個防風措施啦嚇，咁就特別咧，因為啲浪會大嘅，同埋有暗湧，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要盡量遠離海岸，就唔好要停止一切嘅水上活動。
熱帶風暴浪卡預料會喺今晚到聽日中午喺廣東一帶沿海登陸，將會有暴雨。省防總指出，浪卡將會嚴重影響廣東。陳松光報道。熱帶風暴浪卡逐漸逼近廣東中部至福建南部沿海，預料今晚至聽日中午登陸。漳州、廈門、泉州同龍岩將會有大雨到暴雨。福建省氣象局已經啟動氣象災害應急預案，防汛抗旱指揮部要求做好防暴雨、防山洪地質災害以及水庫保安工作。浪卡預料喺今晚至聽日中午喺廣東惠來到珠海一帶沿海登陸。省防總指出，浪卡將會嚴重影響廣東，要及早部署各項防禦工作。另外，深圳市氣象台預測，受到浪卡嘅環流影響，今晚深圳市會有暴雨，雨量可能高達120毫米。